大家好，我係阿 V，旅行社餐飲推介官。今次介紹係香港有5間分店嘅日式居酒屋，入境團和本地團都係非常合適嘅。第一類學生研學交流團定食，有主菜珍珠飯、麵豉湯、沙律、精選甜品同埋餐飲一杯，豬牛雞菜魚都有齊，滿足晒同一個團唔同國籍、唔同信仰嘅需求。第二類。VIP 4人嘅日式刺身壽喜燒套餐，特別係招待貴賓，VIP 一定唔會輸啦。4位貴賓一張台，全台8嚿餸，仲有甜品同埋飲品，每一道菜都係用心麻煮出嚟嘅，全部都係用上乘材料，最少8個人起訂，建議訂5點鐘嘅晚餐，食得舒服，慢慢品嘗，又可以叫客人自費，嗌日本酒啤酒飲。第三類。面額咧係50蚊或者100蚊嘅代用券，每人每次只可以用1張嘅，啱晒住喺附近酒店嘅旅客慢慢品嘗，自己中意食咩就食咩，食飽嘢自己返酒店。仲有呢一度係可以飲日本酒同埋啤酒、清酒，可以自己點嘅。5間分店都係近鐵路站，全部附近都係大型商場自由 shopping。代用券嘅賣點係減少使用旅遊車。單轉同埋導遊可以早啲收工，客人又有自由行舒適嘅感覺。咁亦都係可以做 optional 買餐券嘅。古今位置分別有銅鑼灣、尖沙咀、旺角、荃灣、觀塘。開旅行社嘅你又唔明就打俾阿 V 啦。個電話係94919922。咁我係有 WhatsApp 同微信嘅，係+85294919922。歡迎你哋過嚟指導，同我攞詳細資料啦。